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2月20日，圣诞欢乐颂，义无反顾。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13章15到18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使徒行传4章19节。可是彼得和约翰回答他们，在上帝面前听从你们对，或是听从上帝对呢？你们自己判断吧。神爱世人，世人却不爱神，总爱人所造的公仔。钢铁人罗德是钢铁人中的配角。在钢铁人史塔克工业被奥比戴亚斯塔搞垮之后，钢铁人开始酗酒，结果在一次遇到敌人时不敌对方，这时罗德才发现自己的老板竟是钢铁人的事实。他代替东尼穿上钢铁装，击退对手。事后东尼便请他代替自己，在必要时担任钢铁人。在某一次事件中，东尼被迫假死，于是他将一套新开发的钢铁装当成遗物托付给罗德。这时罗德才正式以战争机器的身份登场。我们呢？我们在这世上以什么身份登场呢？我们穿上的是什么样的装呢？是钢铁装吗？还是神所赐的属灵军装呢？因为在这世上生活，我们必须要面对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特别是从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的恶者，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没办法来回应，可是这位神却要成为我们的后盾。我们今天的经文要持续来看，尼希米真的是面对了他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都知道，在不久的时候，从昨天我们其实也看到我们再次想到尼希米10章的时候大家悔改，记得吗？献上城墙我们献上的时候才赞美，甚至跟神立约，也签约要遵守。而其中的一个重点之一就是守安息日，现在居然又反了。看来呢，从经文里面是商人他们贪图利益，在安息日仍然把各样的货物运进耶路撒冷，卖给犹大人。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那些有权的贵胄鼓励在安息日照常买卖，从中取利，加上官长们收贿纵容，形成官商勾结。尼希米提醒他们，列祖犯安息日违反律法，招致神的愤怒，应引以为戒，不可再犯。经文里面他也马上的做出了一个回应很快的非常有果断力这是跟神关系很密切，他随时用祷告的心恳求神赐给他智慧让他也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在时机的时候来出手。我们看到尼希米杜绝安息日做买卖的方式是将城门就关闭起来，并且派人看守。有一些商人在安息日无法进城，就住宿在城外。尼希米前往警告他们，他们知道尼希米的作风知难而退，在安息日不再来了尼希米如此的禁绝安息日做买卖的事情，使得商人利益受损，他必定会遭受各方的压力。但是为了神的缘故，尼希米义无反顾，每件事他都不忘求神，求神来纪念来连续他。我们昨天才讲，在这第13章里面，他有3次，因为我们记得吗？他跟神在10章的时候带领群体跟神立约3件事情，而今天当他在述职回来以后，才发现又犯了。而昨天
他也带领大家悔改，然后祷告神。今天再继续，他吩咐立位人怎么样来洁净自己，来守住城门，使安息日为圣。然后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来怜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用祷告的心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时刻我们面对恶势力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孤军奋斗，其实不是其实是这位神他来帮助我们，他使我们可以有力量，是他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面对这样的困境其实在尼西米他面对这么多人的利益之下，还有人情要改掉不好的习惯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在新约雅各书4章17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我们要来恳求神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气，给我们智慧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身边的家人或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见证要成为见证，而对神是可以有交代，因为我们真的是要面对神，面对面跟神面对面的时候，那个审判是真实的，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么我们就真知道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我们怎么样听从神，而我们不听从人，因为折中的办法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解决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当然很多人会问音乐牧师说，那这个安息日跟到了新约以后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现代的意义呢？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再按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呢？没有错。所以我们的神不断的在开展在现代此时神仍然在开展跟启示，不是这位神不够完整，而是这位神本来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他不断的在开展我们。我们现在不是守安息日，我们现在是守主日耶稣基督复活，在主日的时候复活，我们一个礼拜是从礼拜天开始算一个礼拜的开始。那么我们既然不是守安息日，我们是主日，那么我们哪一天，简单讲，我们哪一天是要分别为圣的呢？我记得我的老师蔡茂堂牧师他在美国牧会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教会这个是没有自己的教会，是租人家可能下午聚会的地方，但是他们因为不是那么够的场地，于是他把礼拜做一个分别，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的礼拜是福音性的，也就是要请弟兄姐妹邀请所有的福音朋友，身边的福音朋友礼拜天就来礼拜，将这个有限的空间让福音朋友来领受神的福音，来礼拜天的时候被神摸着因为礼拜天大家比较有空。那已经是基督徒的呢就在礼拜三晚上，在礼拜三晚上一样的地方，只是真的在礼拜三晚上大家比较不方便，对吗？白天要上班，隔天又要上班，但这是我的老师他所领受在有限里面，在祷告之后，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来开展我们是可以跟神来交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神他是智慧的来源，我们就是要学尼西米一样，我们随时任何的事情，我们随时都可以在我们内心在我们的这个超越个人的意志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说主
你救我，主啊，你帮助我，主啊，在很立即我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义无反顾？我怎么样子可以不怕人，我愿意听从神呢？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怎么样有果断？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圣诞节的季节里我们是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可以成为容神益人神所喜悦的，好不好？我们来默想尼希米的作风，使那些患安息日的商人知难而退。若是尼希米在这些事上优柔寡断，听从人而不听从神，定了折中办法，能解决问题吗？能讨神的喜悦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代资讯很爆炸，很发达，很容易得到，但主，我们要得到的是从你来的资讯。主，唯有你的话使我们真的是看见那个光，看见真理。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明我们前面没有走过的路，用你的话语成为那个道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带领人往前走，使我们这一生对主有交代。谢谢你爱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才有圣诞节。谢谢你赐给我们各样从你那里来的智慧，不管是话语、诗歌，或者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百般的智慧，我们就是要带领人到你的面前，也能够领受这拯救之光、拯救之恩。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让我们活出那圣诞节的盼望，活出圣诞节的喜乐，圣诞节从神来的爱，因为爱带来完全的医治，与人、与神、与自己和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支持跟引导哦。我们下次见。